台南市第3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廷辉上午伫后援会干部，包括北区甲安南区的里长、会长，大约20-30位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公布选情之夜，非常女力行向成功大道的活动。12号暗时7点50，将伫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口来集合，要用行路的方式，沿着海淀路、文贤路一路行到成功路，代表选举的胜利成功。陈廷飞动算，陈廷飞动算，陈廷飞动算，廷飞动算。所以我选择在这里是希望回到我们在第一次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哦，表示我没有改变。26年来选举或是任何陈廷飞的一些过程，没有改变廷飞在过去对于这块土地的热爱，所以我们希望一路走。我没有改变的是，每一次的选举，廷飞一定走。那走到最后，让选民来陪着廷飞走出我们的未来。一样，在这一次，我们就是从我们的第一次立委的基地开始走，从海淀路、文贤路，然后再成功路，然后一路走向成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继续陪廷飞一路走向成功。陈廷辉表示，会选伫海淀路2段342巷口来出发，这是伊第一届竞选立委胜利的发基地。伊每届选情之夜，拢会以行路的方式，即届拼5连霸，呼吁搁一乡亲做伙站出来。为着廷辉继续来冲，伊会行向成功大道以后，现场嘛将发送非常女力的小方巾，作为甲廷辉并肩作战的纪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